東方日報 107 副刊3屆五行八方向與2015年12月8日3屆五行，堅定理性追求和諧。水瓶座的優點是友善寬容，既樂於助人，也樂於與人分享快樂。他們願意比人多走幾步，以便有更好的環境和能力去助人。做事能深思熟慮，有計劃地掌握全局，是他們立於不敗之地的重要手段。理性思考、務實工作是他們的作風。缺點是興趣太廣泛，若能專注一點就更完美。太愛打聽，會因為正面負面的資訊太多而左右為難。因為他們對人太熱心，問長問短令對方尷尬甚至反感。趨吉避凶之道是培養專注、尊重他人。雙魚座性格頗為獨特，在12星座中，雙魚與雙子一樣，都有雙重之意。雙子座的傳說有多個版本，但都是說由兩兄弟組成，兩個腦袋轉數快而且主意多，往往剛決定了一個計劃，一會兒又想到更好的計劃，所以與人善變的感覺。而雙魚座由兩條魚組成，這兩條魚並非各有各方向，而是造就了性格的最大優點，既能隨波逐流，亦能逆流而上，在逆境中隨遇而安之餘，同時又謀求突破，所以樂觀而不因循，進取中有穩健，往往是社會基層組成部分。雙魚座的人大方仁慈、包容忍讓，但缺點是太重感情、易改變主義、盲目樂觀、不善理財。趨吉避凶之道是堅定意志、理性處事。方向魚